妹妹撞车了，堵车喽！走，这点小了，如果可以下车。买这张车命最好啊，后面的都是连环撞。有这张云，应该在那个车。是了，就是这个了，就是这个了。没有不带的，不讲了。你看。可以装点手啊。你看。这边你看。再来这边。海边上着人还算那种了，你看成这种还不上。把它给撇了。这个没飞转了吗？这个都会转成一种靠哎。拍给我妈看看。哎呦，连环撞！慢慢装的，这个人当时在上面肯定合着了，合惨了。撇了，撇了。妈，那个弟弟过来。说这个嘛。